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家，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真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兵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兵的心地改。来当兵做万件之苦，抓定阿头来面诉。哎呦，来这么疼！当了我嘛是拍金赛虎，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殿边个老？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当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能跳心无命。不怕挑衅，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旁边啊，将了去，分泪去流啊，来吃亏。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到雨涵广播电台。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 rock Can you feel it? So rock 雨涵广播电台呢，主要都在推广我们戏曲文化、我们歌仔戏文化，以及呢来推广一些书籍的小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内容哦。欢迎我们的 GUI 大，欢迎你，掌声鼓励一下。首先呢，节目一开始都会唱首我们歌仔戏的这个都马调。来，我们欢迎我们的 NING 大，欢迎你，掌声鼓励鼓励。哇，今天呢有好多新朋友进来哦，等一下呢看会不会有我们的旧朋友也进来跟我们打声招呼。来，我们先来唱一下电台的歌曲，我们的歌仔戏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咯。欢迎收听女汉的电台，按时8点
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先行行。简短久含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欢迎我们的 GUI 大，抱歉 GUI 大，他说呢 like。感谢你哦，感谢呢我们线上朋友的支持，感恩你们。别忘记呢，新进来的朋友哦，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分享出去的朋友呢，记得帮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呢，我们这个台湾的歌仔戏，简称叫做台湾歌剧啦。这个西方有西方的歌剧，我们东方呢，台湾啊、中国大陆啊、马来西亚等等之类的，有我们传统戏曲，有我们的东方歌剧。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不管是年轻人，你是长辈族群，都别忘记呢，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在线上跟大家做直播哟。我们 F 大说呢，终于直播了哦。抱歉啦哈，昨天呢，为什么跟大家请一天假哦？因为呢，昨天去把这个专辑呢送给一个好友给这个演员好友呢聆听这个歌仔戏的专辑，以及呢，因为他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所以说呢，我们顺便送一些健康杂志给他，所以呢也非常抱歉跟你们说声对不起，昨天呢给大家请假了一天，而且非常非常的临时哦。哇，我们这个F 大说呢，叔叔好，我6岁哦。F 大，我们 F 大是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啦，因为我们都很熟了，所以说呢，他不是6岁啦，他骗你们的。上次呢，我们刚好有这个6岁还是5岁的这个好朋友哦，他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他来聆听呢歌仔戏曲的一些传唱等等之类的，然后跟线上朋友做聊天。所以说呢，如果今天还有遇到这个陆先生这个小朋友呢，大家别忘记也给他多多的鼓励掌声一下哦。然后感谢我们的 GUI 大，他说耶对，没错，主持人呢钱蛋雨涵会不断的加入这种嘿这样子的用语带一点气氛了钱蛋雨涵呢，这个钱蛋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如果由女生去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就叫做昆生。所以我们就有这个钱蛋昆生的差异性。就像这个昆生有我们知道的这个杨丽花啦、叶青啦、这个黄香莲啦、孙翠凤、陈雅兰等等之类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昆生。那钱蛋呢，有我们著名的歌仔戏演员，我们的显元老师，他也有这个台语的公视台语台的节目这个波的瓜丁。如果呢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上网呢给他搜寻一下这个波的瓜丁。来，我们呢这个
F 大呢说呢，这个要听这个蒙甲语哦。好，等一下呢，给你唱首蒙甲语哦，没问题。但是呢，要容我等一下先准备一下功课哦。来，我们 F 大说呢，那是南昆生吗？哪里是南昆生？你是说昨天吗？昨天我去的地方其实是在我们台南的仁德。那呢，刚好有戏，所以我就去顺便去交出我的专辑。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有兴趣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朋友，也欢迎呢在我们底下资讯栏哦有可以购买的连结，不管是这个 Seven 或者是呢这个全家都可以购买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甚至呢你可以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的频道，你可以呢来加我脸书以及 IG 跟我做购买哟。哇，欢迎我们的日本朋友哦！虽然我不会念这几个字，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的日本朋友。他说呢，大家晚上好，开心呢，一直以来哦，大家的照顾的意思啦哦。哎，欢迎你，晚上好哦！感谢我们日本朋友都上来。这个电台呢，有这个新加坡的朋友，有日本朋友，有大陆的朋友会来做观看哦，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然后呢，大家如果看得懂这个英文的呢，帮我翻译一下哦，因为呢，小弟我的英文真的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呢，有点看不懂哦，真是抱歉哦。昨天呢，去到这个仁德呢，去看了一出戏，这个春美歌剧团的野台戏，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名戏哦，这个庙口戏。那呢，他演了他们自己的大家出，他们自己新编的戏码，这个叫做《我是谁》。如果你们有机会呢，看到这个春美歌剧团呢这样的戏出。这个我是谁哦？欢迎你们呢去认真的观看这个戏出呢可以说截然不同啦。而且呢，在里面呢，他们会唱有他们的公演歌曲，也可以欢迎大家呢有空多看看这个野台戏，不管是我们的秀琴歌剧团、明华园天字戏剧团，以及呢这个春美歌剧团哦，都是我们南部的3大团。刚刚呢，我们有线上朋友，我们的 F 大点播这个蒙甲语，但是呢，你稍等我一下，我来恶补一下蒙甲语怎么唱哦，我要稍微听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分享出去。那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在每周1到每周5的晚上8点钟都会来做直播。昨天是因为有事哦，所以请假一下哦，跟大家说声抱歉。首先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这个驸马呢怒气冲冲哦，他很生气的回到他的府中，也就是呢这个公主呢不去他这个驸马的父亲哦的70大寿，所以呢，这个驸马很生气的回来，想要跟这个公主所理论的之前呢，这个我们来听听这个驸马怎么唱，然后我顺便来恶补一下这个蒙甲语来唱给大家听。来，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我们一起来聆听咯。今朝领红兵，为父提君王守礼亭，为夺公主不尊刑，驸马怒火满心兴。
兵要万胜。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照我，老本知音，陪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名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哇，感谢呢，回到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一下。等一下呢，来唱这个蒙甲语呢，给大家听一下哦。在我们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的资讯栏连接，有我们这个银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购买连接，以及呢我们线上哦，你可以听到这个麦克风的声音以及音乐声音哦，非常的好听。是感谢呢我们这个 PQS 的直播器材行哦感谢他们跟我们做配合，所以呢才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哦，让我这几天呢就算有点小沙哑哦，还是有办法唱出这么好听的歌声。感谢我们这个 PQS 直播器材材料行。来，等一下呢，在唱歌曲之前哦，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呢所听到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是我们这个驸马呢怒气冲冲回府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头上哦怎么挂了这个红灯笼？古时候呢挂了这个红灯笼哦，代表说呢这个公主哦，意思说呢这个夫君不要进来我的房间了。但是呢这个驸马很生气啊，我就是要回来跟你理论的你还叫我不要进你的房间。所以呢在这个气冲冲的状况下呢，他就把这个红灯笼打下来，冲进去到房间的时候呢，他发现哦这个公主哦，居然在桌子的旁边就这样子趴的，稍微撑着这样子在假睡哦。那为什么这个公主要假睡？因为呢，她也知道你会回来找我我只是故意呢，我假装我生病，所以我不去你父亲的70大寿，我就是要跟你吵架的啦。今天呢，我一定要跟你论输赢。那节目的最后，他们到底呢是这个驸马赢了，还是我们这个公主赢了？答案呢是这个驸马呢不小心先打到这个公主了一巴掌，之后呢这个我们先来听一首都马调好了，我觉得不应该讲这么快我们应该呢讲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下都马调，知道呢他们到底这当中呢他不小心赏了他一巴掌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来听个都马调，不可以太快跟大家说出来哦来聆听一下都马调咯。空之时，山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强事搞大意。
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看定准心的意。方才是叫万不将公保剑，现在是我失礼爱额头将你用。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但是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负责才能再可害。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经永远要搁做，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镜，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我的地方，命做行，我不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了情。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感谢我们湘涵老师也上来聆听我们的雨涵广播电台。哇！自从呢，我们有了这个 PQS 的直播器材行哦，跟我们做配合之后呢，你看这个声音哦，是不是好很多了哦？那之后呢，我们当然也会尝试哦，在出下一张专辑、下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可以利用这一些器材设备啊，这样子的声音呢，更加厉害了哦。在我们这一次的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因为这一次是我自己录制、混音、美工等等之类的都是自己下去做的，所以说呢，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些设备器材。你们呢，如果回去回放哦，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第1集的朋友哦，就发现呢，其实我们前面哦都没有这些设备。聆听起来呢就比较痛苦一点点哦。所以说呢，当我们新增了这些器材之后呢，我觉得哦，就好很多了。我们之后呢，就会再利用这样的器材设备呢，来录制下一张专辑。来，我们欢迎我们的柔宇，欢迎你，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柔宇哦，应该也是我们这个歌仔戏的粉丝哦。上次呢，跟我们点了这个《良夜之歌》哦，还好我有这个伴奏带所可以唱哦。那今天呢，刚刚哦，我们 F 大呢有来点播这个《蒙甲雨》，但是哦，《蒙甲雨》呢比较悲情的歌曲。我们等一下呢，来听听这个蒙甲雨，我所马上先写了一趴歌词，然后所以说呢如果不好听呢也不要嫌弃哦。那这个伴奏带呢，这个蒙甲雨的伴奏带，我们是上网所查的，这个伴奏带应该是传艺或者是南洋所录制的啦，我在猜哦。那我们就拿来唱一下，这个蒙甲雨。来，欢迎我们的柔宇以及湘涵老师，等一下再跟大家一一来做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歌曲咯。挂掉的负担，心欢喜，比
啊听不寒意，因为道理不见理。一对八卦，明月婚阳此地。很庄严，对不对？因为呢，你点的这个歌曲哦，是临时上网查的这个伴奏带，所以呢，我也觉得有点庄严哦。那这个伴奏带真的是一个很慢很慢，然后有一些鼓声啊，然后等等之类的，我也觉得哦，非常非常的慢，非常的庄严。但是哦，没关系啦，就点播了，我们就唱一下。当然了，我今天声音没有到很好听，因为呢，真的是上太多天的班了哦。我只有休明天礼拜4的时候呢，我公司才有放假。今天的主题哦，还没跟大家聊到，你看都聊了这个25分钟了，还没聊到主题哦。我想问大家哦，不同频率的人呢，如果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都如何处理哦？因为呢，今天哦，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来了一个物流司机哦，非常非常的我可以说没礼貌了，真的是这个拖车子出去啊，然后沿路乱撞啊，沿路嫌啊，然后呢，真的是说就是讲话的态度非常的没礼貌。但是呢，我是没有去就是回嘴回他了，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的这个操作面就是这样子做。那如果你遇到这样子频率不同的人，你都如何处理呢？因为依我的方式，我是可能有点像不管是逃避啦，甚至不理他啦等等之类的方式，很少会让我做到这个跟他对呛的时候。但呢，你们不管在工作上啊，在家庭上啊，在朋友上啊，我相信哦，多少会有一些冲突啦，一些你不想接触的人啦，但是呢，又一定得接触的时候，所以说呢，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都如何去处理呢？刚刚哦，还没跟大家介绍到。我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感恩呢，这个台语文的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以及呢我们的音乐设计跟音乐的这个统筹等等之类的哦，感谢我们香涵老师、学祥老师以及学成老师。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香涵老师，就感谢你喽。再来，我们线上的朋友今天有没有什么疑问的想说的呢？我感谢哦这一些线上好友，不管是脸书好友啦，我的社群好友等等之类的朋友群呢，他们有些有给我一些回馈哦。他们说呢，他们不管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先聆听第一遍的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那呢，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点呢，再继续去聆听这些回放哦。感谢你们的支持，以及呢，有些朋友说呢，你才不是什么普通人哦，都可以出一张专辑了哦。这个是你们不嫌弃啦，我只有研究这一些，不管是歌仔戏唱腔的部分一些身段的部分。但是我跟大家坦白说这个武戏的部分呢，像我们都会有打一些招数这些枪套子，我们所称的枪套子哦。像这一些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这叫做四角枪。如果呢
你是有在学歌仔戏的朋友哦，甚至呢刚接触，甚至你是一个戏迷朋友，你就大概了解哦，这个四角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我只会这样哦。所以感谢呢，大家不嫌弃哦哈。我们 F 大说呢，周一会变山东腔的广播电台吗？当然是不会啊，你在考倒我了哦。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广播电台，因为明天是我们的礼拜四。礼拜四的广播电台呢，都是我们的台语电台，所以呢，大家呢要记得哦，我们这个明天呢是台语电台。我们这个柔宇哦，感谢你我们柔宇说呢，今天早一点睡哦，今天看起来很累哦。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今天很累哦？因为昨天呢，我去看了这个春美歌剧团的明戏，回来之后呢，其实我有偷偷的呢，这个编辑一下照片啊，整理一下照片哦。但是我跟大家说，因为呢，这个我有另外一个 IG 的频道哦，所以我都会po 在另外那个频道。然后呢，我就用到了晚上大概12点半还1点左右吧。但是我跟大家讲，因为呢，我今天哦，这个是生鲜的盘点班所以说呢，这个生鲜盘点班呢是这个早上的6点要上班，我今天5点就起床，我其实睡不到这个4个小时还5个小时吧，所以呢，看起来是有点小累的状态哦，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呢，我们会坚持上来做直播的哦，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以及鼓励，宇涵广播电台真的感谢你们。哇，到家都10点了吗？没错，昨天看完戏其实就已经10点了。然后呢，因为我还有送专辑聊个天，所以其实到家可能快10点半，整理一下呢，再上来看个书，然后准备一下，其实都12点多了。所以呢，今天看起来比较累哦，真的很累吗？这个大家观众朋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很累哦？如果真的很累，再记得跟我说一下。明天的天气哦，大家可以比较放心一点点。这个台北、台中、台南跟台东地区哦，这个北中南东其实呢都大概在这个10%、20%的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明天呢应该是不会降雨的啦哈。对我们这个柔宇说呢，你太累了啦。也还好，也不能说还好，是真的有点累。因为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你是最近几次才来聆听宇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我的白天有一份这个正职工作，这个超市业的工作，晚上8点呢准时上来跟大家做个直播节目。那呢直播完之后呢，我还会陪陪家人，然后读读书，所以呢其实都12点多才睡，隔天早上一样7点起床上班。尤其呢我现在的工作比较忙一点，大概每个礼拜都休这个礼拜4一天而已。但是为什么休礼拜4哦？因为呢礼拜4呢我还有一个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所以呢我都笑称自己这个全年无休啦，没有休息的哦。所以昨天呢跟大家请假1天，休播1天哦。其实我也在工作，我也是出去高杯应酬啦哈。感谢我们的柔宇的关心哦，感谢您。
感谢我们的 JUI 大，然后 MIN 大，然后我们的 F 大大美琴姐，然后我们的日语朋友的大大，我们的香涵老师以及柔语的一直以来的支持，感谢你们喽！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哇，你们知道为什么都会用一些特效然后背景音乐串场一下因为呢都要让我喝口水的时间跟你们串场一下。然后呢，也感谢我们这个大陆的朋友，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的支持。他们很推荐这个我们雨涵电台 Podcast 频道的第5集。他们说呢，这个第5集呢非常的好听。这个第5集呢，来，我们大家呢一起掌声鼓励一下。刚刚呢才在说你这个陆大大呢，就是呢这个不知道是5岁还7岁的小朋友上来都会叔叔我来了，感谢我们掌声欢呼一下大家可以跟他打声招呼，我们这个陆小朋友也非常的可爱。我刚刚讲到哪里刚刚讲到这个大陆的朋友他说呢，这个 Podcast 的第5集呢也蛮好听的，所以说呢，我们底下有连结，欢迎你们呢去收听我们这个去收听我们这个 Podcast 第5集雨涵的广播电台感谢你们。这个5岁小朋友，我们这个美清姐说呢，这个5岁好哇，这个呢陆小朋友呢开始点歌了但是呢我们不唱其他的流行歌曲啦，我们只唱这个歌仔戏曲调。而且呢你点了这个什么妈妈不要离开我的歌手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等一下再上网查一下，然后呢再来看看这一首歌曲是怎么唱。来改天可以唱给你听，但是呢这种有版权的歌曲我们可能就清唱个几句。虽然说呢我们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其实是没有盈利的，因为呢像这样子的 YouTube 频道要盈利呢也要有几千人的订阅，以及呢有多少人的观看它才有这个盈利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电台是没有盈利的，只有呢这个贩卖我们这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明年度呢期许一下会再来下一张专辑咯。等一下呢来这个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书籍的小知识。来，我这个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陆大大写说什么，你昨天为什么没直播？哇，我们陆大大昨天有在等我直播，抱歉了让你扑空了昨天呢因为有一些事情，所以说呢刚好去给朋友啦，这个朋友去探个班，然后呢送一下我的专辑，以及呢要给他的书籍所以说呢昨天呢休播了一天，跟大家说声抱歉然后呢如果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资讯的朋友呢，我底下呢来给大家打个 ID， 你们可以加我的 LINE， 我再呢把你们加进这个群组里面那呢欢迎你加我的 LINE我们呢再把你加进这个社群里面，那你就可以得到呢我们这个直播的资讯。我们呢每天晚上8点直播的时候呢，也都会提醒大家感谢大家今天上来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我们先来讲一些书籍的小知识咯。
其实哦，像我们呢，很长时候，不管你是主管级的朋友啦，甚至呢你是老师啦、教育业啦等等之类的朋友哦，我们常常呢会看这一些员工哦，我们呢都是看怎样子，经验有没有丰富，符不符合你的资格，然后呢看他的这个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呢去观看这个人的态度问题。来，我们欢迎我们这个 AMAN 大大，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那时候学校都叫考100分，因为老师叫我们考试。是吼，老师叫你们考试都要考100分吼，要认真读书哦。以前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吼，饲囝无啥事，才会予囝去做歌戏。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是在说这个父母没什么钱啦，然后呢，把小孩子不管是卖去戏班啊，让小朋友去戏班学戏赚钱哦。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你们要这个认真的读书哦。刚刚呢讲到我们这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里面的小知识。他说呢，我们常常呢去看这样子的员工，你底下的这一些不管是员工啦，这些职员哦，你都会呢去看说呢，他符不符合你的资格？是不是符合你的这个教育背景啊、家庭背景啊等等之类的哦。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人的态度哦。这本书籍上他就有在说哦，就算呢这个人呢拥有经验的丰富啊，丰富的经验的丰富是什么？丰富的经验，以及呢这个完美的资格或者是很好的教育背景啊，但是呢他的态度呢不太好呢，其实往往都会给我们增加麻烦。那呢如果这个人呢他是不管是他的教育背景不是这么的好，但是呢他的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么的好，但是他态度呢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呢是对你有帮助的。这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看一个人方面呢，其实我们要多多看看这个人的态度，他的积极心、执行力以及上进心等等之类的哦。这个美琴姐问他说呢，5岁搞什么事啊？来啦，我们线上朋友都欢迎你们互相做互动，也感恩我们这个 AMAN 大大，也欢迎你上来，感谢你们哦。今天的广播电台呢，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呢我们不管是作为一个面试官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呢我们新认识的朋友我们常常呢会是因为我们讲了太多的话，太少呢去听取这个朋友的意见或者是他的想法等等之类的。或许到头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跟你的想法理念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说是吗？所以说呢，为什么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呢问大家呢这个不同的频率你都如何的去处理因为呢我也想知道呢，大家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频率呢，你会去怎么样的处理这样的处事的态度感谢大家今天上来这个美琴姐呢还给我们这个陆大大呢给他安慰一下，说乖啦哇，感谢我们线上朋友呢都这么的相挺，这么的支持，感谢你们。
别忘记呢线上朋友哦不管你是新旧朋友都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记得开启小铃铛。美琴姐，我们这个陆大大哦，她称赞你咯，她说哦，阿姨你好漂亮哦，哇，这个真的是线上哦，这个共好的状态啦。这个共同呢一起去成长，一起互相，一起热情哦，这就是一个台南人的感觉。甚至呢，我们台湾人哦，真的都比较热情一点点。感谢我们这个不管是陆大大，我们的美琴姐的支持，哇，感恩我们的GENIN，感谢你，欢迎你再度光临，感谢你。我们的 GENIN 呢，也是在我们这几集呢开始上来聆听的朋友，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哦，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都欢迎线上做互动，也别忘记呢，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新资讯，也都记得哦，我这个有标注我的这个 ID， 这个 LINE 的 ID 哦，可以呢搜寻我的 LINE。然后呢，我会把你们加入我们的社群里面哦，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时间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当然了，我们正常状况下呢，都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线上跟大家做直播内容，让大家呢，不管是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中，跟朋友聚会的过程中，跟家人相处的过程中，都可以聆听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小弟感谢你哦。一个人呢来做一个频道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管呢要来制作歌仔戏专辑，然后呢要去突破，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台南的政大书城。台南政大书城呢，这个楼梯一走下去哦，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一怒打尽之呢，这个我本人的海报贴在这个政大书城的楼梯间。感谢我们这个政大书城的支持，感谢你们。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寄售店家，以及呢帮我们张贴海报的店家，也都感谢你们。不管是我们南台以城的隔壁这个饮料店也帮我们张贴了，还有我们这个呢这个点缀手工材料行也帮我们张贴我们一怒打金之 CD 专辑的海报。刚刚呢，这个南台影城的隔壁这个饮料店哦，叫做鲜茶饮的饮料店呢，感谢我们这一些配合的店家帮我们张贴海报，以及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寄售店家，就今天就不在线上再跟大家讲哦，太过繁琐了。哇，我们这个互动起来了。我们美琴姐说呢，还好陈萌你呢不嫌弃，然后呢这个陆弟弟哦，我们简称为陆弟弟，然后这个陆弟弟呢也是写说呢这个阿姨不客气，然后美琴姐说真乖。哇，感谢我们线上的温暖，给你们掌声一下下。今天呢，如果聆听是回放的朋友，甚至呢你是刚刚从头听到尾的朋友，今天应该会听到很多这个特效音这个鼓掌的啦、欢呼的啦、开场的啦。抱歉哦，今天好像有点按的太多了，我自己也有发现。明天呢是我们台语的广播电台。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书籍内容哦，比较没有分享的这么多。大家呢对历史故事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你们呢也都欢迎呢线上跟我们聊天，也可以打字上来呢，让线上朋友知道哦。我们的节目最后呢都会有一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
我们现在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在这个之前呢，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开启小铃铛喽！跟我一起来腹式呼吸法喽！现在呢，听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先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等等之类的，在我们的腹部，在我们的脚底，都先观察自己的气息在哪个部位，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在你观察自己的气息当中呢，也别忘记，我们开始呢，感恩3件事情。现在想着今天。不管在公司上，在这个生活上，在呢这个家庭上，在跟朋友方面，甚至呢跟这个陌生人，假设呢今天只是去买一杯咖啡，这个服务店员对你态度很好，甚至呢今天跟同事相处，同事对你很好，我们都来做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气息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非常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礼拜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那直播内容呢，也都欢迎大家，不管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中，陪伴家人，甚至呢陪伴朋友的过程中，都可以一起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会讲一些戏曲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以及呢等等之类的哦。来，我先来看一下留言，我帮你回答哦。这个陆弟弟呢问说呢，阿姨呢你是做什么工作？以前呢这个美琴阿姨哦在做这个饮料店的，她自己开了一家饮料店。那呢最后呢现在已经退休了啦，然后这个2个夫妻呢，他们现在是不要说无业游民啊，这个退休生活这个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愉快。而且呢这个美琴姐呢，她有这个这个儿子女儿都非常的孝顺，我等同于是她第3个儿子哦。感谢呢，我们这个陆弟弟说呢，叔叔好帅，感恩你啦，感谢你。然后呢，也感谢我们美琴姐给我们点点爱心，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谢今天所有上来的朋友，有超多的，我一一呢来念一下，我来看一下哦。怎么一直跳掉哦？这个是不听我的使唤哦。来，我来念一下呢。今天真的是很多的朋友上来，不管是我们的NING 大，我们的 JUI 大，以及呢我们的 F 大，我们的美琴姐，我们的日语朋友的大哦，然后我们的香涵老师，我们的柔宇，感谢你，柔宇要常常上来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谢你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
也感谢我们的陆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AM 大大，还有我们的这个 GEIMIN 大大这些朋友上来的支持，感谢呢这些朋友上来支持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刚刚又看到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叔叔你有女儿吗？这个陆大大呢说呢，这个美琴姐有没有女儿哦？有啦，她有女儿。然后呢，问我说呢，这个叔叔你有女儿吗？叔叔哦，还没结婚，叔叔才27岁哦，所以呢，还没结婚这个这个美琴姐说呢，没办法帮你相亲哦，她才5岁而已哦，哇，真是搞笑了，大家。线上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互动，看到这样子真的是非常善良。我刚才讲28吗？不可能吧，我是27岁了哦。欢迎大家呢，这个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先来看一下留言哦，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等一下呢，我们其实就要准备下播了啦，也快9点了，直播了1个小时了。我们只是先看一下这些观众朋友的留言，感觉蛮开心，蛮好玩的。刚刚呢讲这个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讲到一半哦，在这个呢，驸马呢打了这个公主一巴掌，他是不小心打了她一巴掌，然后呢，这个公主呢逼他这个下跪行君臣之礼，当然呢，这个驸马也下跪了，但是呢，这个公主没有要原谅他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呢，驸马就很生气了，拿了这个藤条呢来教训这个公主哦。当然，教训完之后，公主是皇上的女儿，当然就要赶快跑啦。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七字联，后面呢会有这个带七字一、七字摇板等等之类的哦。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七字联带七字一、七字摇板，来，我们来聆听看看喽。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当酒假死医生病，大好饮天哦心不明。不怕挑衅，无讲义，因为爹娘望千里，风风风边冲了去。小气，也歹北宝金收伊，好嘛无够找情义，宁可光阳平伊。刚刚呢，在这个播放歌曲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在这个观察一下大家的留言哦。这个陆弟弟呢，他也询问我们的美琴姐说她几岁哦，也叫我们这个美琴姐可以开直播。有机会哦，我们可以邀请这个美琴姐一起来上直播节目。这个美琴姐说这个直播找涵涵，感谢大家的支持。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来主持。钱蛋呢，就是在舞台上是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
那当然呢，这个雨涵广播电台呢，我们偶尔呢也有这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上次有2集好友访电台呢，邀请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来上节目。那呢，有一集呢，找了一个剪辑师，我的剪辑师的好友来上节目。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甚至呢，你对什么样的主题有兴趣，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呢，他是有什么样的专长，也都可以呢，推荐给我，我来邀请他来上雨涵的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做一个小段落。每周一呢到周五的晚间8点钟，记得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明天哦，是我们这个台语电台的直播，明天讲台语哦。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听得懂台语的朋友，甚至呢你才刚学的，或者是呢，你台语呢，一讲就认懂的朋友呢，欢迎起来收听马仔这个台语的电台。明天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线上做互动，跟大家聊很多样的内容。感谢大家支持雨涵广播电台。雨涵广播电台呢，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记得要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好朋友知道哦。好了，我们要来睡觉了哦。没错，小朋友呢要赶快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课哦。然后呢，明天叔叔我呢，跟这个陆弟弟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陆弟弟也才这个5岁的小朋友，所以呢，介绍一下。所以呢，这个叔叔哦。他来叫我都是叫叔叔啦哦，其他人呢可能称这个涵涵啦、主持人啦，或者是呢都叫哥哥而已哦。但是这个陆弟弟呢，他叫到这个叔叔哦。叔叔我呢，明天还有这个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还有一整天的课程，所以说呢，我们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线上再会咯。感谢大家，晚安。我们一起来聆听雨涵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内容咯。晚安，记得订阅、关注、按赞咯。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连今宵乐悠悠。抱歉哦，借我插播一下。刚刚呢，原本要下播了，我的电池已经拔完了，但是呢，我突然间看到这个海报，想到说呢，要帮人家宣传一下哦。在我们这个10月19号呢，下午2点半的时间，这个10月19号。这个下午2点半的时间，由我们这个香城歌仔戏剧团，在我们这个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要公演这个渔女皇后。抱歉哦，我插播一下，原本要下播了哦，再广告一下。
10月19号下午的2点半，在我们这个台南的归仁文化中心，有我们香城歌仔戏团，他们是我们台南的业余歌仔戏团哦，他们要来公演《渔女皇后》。当然呢，这个是售票演出售票呢，请上这个两厅院购票系统有200块、300块以及500块的票。另外呢，来广告一下我们这个米雪老师、米雪导演的戏哦，在我们11月8号以及9号，11月8号以及9号。在我们这个高雄左营中山堂，由我们米雪老师所带领的新协新歌剧团，有这个米雪老师自己亲手编剧的哦。这个呢，段香影，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呢，都欢迎11月8号以及9号到我们这个左营中山堂去观看呢，这个米雪老师所编写的段香影。一样呢，购票系统在我们两厅院购票系统。哇，这一出有非常非常多优秀演员，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11月8号以及9号上我们这个两厅院购票系统搜寻这个段香影，感谢你们喽。好了，真的要下播了，晚安喽。边水天梯那管天波意，给杯在湖淡不马为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命，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思又受，不敢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快爱呀，快爱！唔通严家想要贪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为父提军往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兴。一老生病，要万幸。心家辈不将礼敬，命所照我，老君知音，为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
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吟，不由过爱红花影。